英国国家艺廊头一摆和台南的基美博物馆合作，推出4个月展览，对拉斐尔到梵谷总共展览50位大师正本的图画，不论是文艺复兴或者是印象派，拢总有，带观众朋友来去欣赏。乌雕伫草玻璃杯画甲真活，互看的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这幅是真出名的画家梵谷1890年的创作。另外一幅互杜丁家乡的查甫囡仔，是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以戏剧性参光线做特点落去画。这本正爱伫英国国家艺廊才通看到。这回介艺术的乡亲真有福气，200年来因头摆来台湾基美博物馆做展出，来这一抓就会当甲50位大师的正本看好。第一个单元是有关于文艺复兴初期以及盛期的一些绘画作品。那第二个单元是南方以及北方的巴洛克的艺术绘画。那第3单元呢是18到19世纪一个壮游风潮带来影响的以及英国绘画作品。那第4单元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印象派的许多大师的代表作品。这摆国际大展包括有拉斐尔、雷诺瓦、高更甲梵谷等大师，继续用52把原作来呈现13世纪到20世纪西洋艺术的重要时期。英国国家艺廊馆长指出，因整合侪经典作品伫咧遮，打造敢若像缩小版的国家艺廊。5月7日是英国官方200周年，因毋望透过遮的多元艺术精华，互大家有独一无二的感受。We have sens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there'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National Gallery's activities and in European painting among audiences from Asia. Of the gallery's bicentenary, part of our gallery is undergoing major capital works, so it was possible to bring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ctures in the gallery to Asia. 亚洲巡回特展上尾站来到台湾，这场西洋画展初期正式对外开展，展期到9月7日。刷来的展品应该会提转去伦敦做展示，嘛留下历史性的一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